起来好好吃哦。彤彤姐姐，这些都是你买的吗？这些不是我买的，是我的阿公阿婆从南部寄上来给我的。阿公阿婆就是爷爷奶奶的意思啊。彤彤姐姐的阿公阿婆好厉害哦，还会种水果哎。而且他们种的水果又大又甜哦。哇，真的又大又香又甜哎！对了，默默亮亮，你们想不想去我阿婆家玩呢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喽！而且阿公阿婆看到你们一定很开心。我看到水果一定也会很开心。那你们两个赶快去整理行李，我们明天就出发。阿公爷爷，阿公爷爷，阿婆奶奶，阿婆奶奶。喂，阿婆，我们明天早上9点的高铁，中午之前就会到咯。还有亮亮跟默默哦。阿公要来车站接我们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哇，有阿公阿婆，好好哦。阿公爷爷，阿公爷爷，阿婆奶奶，阿婆奶奶。阿公阿婆，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来亮。